大家好，咁啊，今日食呢一間叫做北記咖啡奶茶，70年歷史，老字號。咁佢就喺牛頭角街市樓上嘅熟食中心。我呢一份餐半份多士牛扒通加呢個一隻雞蛋，42蚊，外賣加2蚊，total 44。主角係呢杯瓦煲奶茶。瓦煲奶茶呢，佢係嗰種好香濃、好滑嘅舊式茶餐廳嗰種味道。咁啊，大概如果你飲過嗰種呢，好舊式懷舊冰室嗰種奶茶嗰種味道就係呢一種啦。咁啊，通粉、米粉、公仔麵呢啲可以自由配搭啦，仲有沙爹雞、沙爹牛啦、雞翼啊、豬扒麵啊嗰啲雪菜肉絲咁樣嘅。咁大概呢就係有70年歷史，咁啊做得幾耐得幾耐，應該都唔會好多年㗎啦，講真。